今日向请介绍好戏，好戏要来啊！电视台自制戏剧挑战拍台湾头一出有关法律的戏剧，找超过20个金钟、金马奖的演员，包括天心啊、钟成汉等等这坚强的卡士，各种律师工作这个细节啊，像讲法庭的攻防啦，为当事人争取权益啦，伫剧中拢有搬，是讲要有这演员记真侪这法律条文，对因来讲真正是一个大挑战。你是我的当事人，我一定会帮你争取最佳利益。前一次律师炮家人天心演出大律师的角色，伊的讲话敢敢行，霸气十足。杀人犯会在脸上写着“我是杀人犯”吗？伊伫戏内是演一位资深的律师，带大入行的律师，展开律师界的角力战。袂少共戏出的演员拢佩服伊的演技。他对我们都非常的亲切，非常 nice， 而且我觉得可能在一起排戏的时候，如果他有任何想法，他都会告诉我们。不过，想要把律师的角色演得好，这引用法条是免个看过。法条或是在阐述事实的时候，我都不能有一点想台词或是犹疑的状况出现。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压力比较大。被扭曲。导演甲编剧，因拢是法律系毕业的，好这部戏剧咧，更加会当精准的呈现律师的世界，看到人性甲利益的冲突，剧情是非常精彩，一定会当抓到观众的心。